一共10集，以粵式飲茶文化為主題的全新節目。國建設銀行、亞洲呈獻飲茶，由羅家英、馮盈盈、關興擔任主持。明晚3月24日首播，逢周1至5晚上10時30。翡翠台播映。飲啖茶食個包嘆番，一盅兩件的飲文化，可謂深入每一位港人的 DNA。透過不同主題數，廣式茶樓歷史，由3位主持羅家英、馮盈盈和關興引領觀眾穿梭香港與廣州，走訪舊式及新式樓，追尋點心的前世今生，探訪點心師傅，獲長大酒樓負責人和掌故專家等，由傳統到新派點心，享兼介紹多款美點的故事和人情味，讓大家深探討飲茶文化。明晚播出的第一集，邀來香港獎專家鄭寶鴻以及分別從事飲食業60年及50年的綠茶室業務經理吳傳宗、倫敦大酒樓副總經理蘇成，拆解香港逾100年歷史的飲茶文化習俗之餘，講解香港與廣州茶酒樓文化、南北飲茶習慣大同時介紹點心出處，將從一盅兩件說起當中，由來點心車及點心托盤等的飲茶舊風俗，更拆茶居、茶樓、茶室及酒樓的區別。昔日茶樓猶如小社會，身份地位之分十分重，家應哥子，有錢上高，無錢地下踎，市井之徒就喺地下飲茶，可以互相台。樓上一行大樓梯，旁邊寫滿字畫，仲有滿洲窗，有特色。家英歌續分享昔日粵劇界飲茶的點滴。飲茶在業界為十分重要的一環。當年住在灣仔，他自揭為了到油麻地茶樓與粵劇界前輩們碰，不惜舟車勞頓搭船又搭車，相當迂迴。飲茶將連兩周逐一拆解多款點心、粥粉麵飯及甜品的前今生，由傳統至新派點心，深入探討點心演變歷。本周主題為蝦餃、燒賣、包點及雞，下周則是蒸點、炸點、腸粉、糕點、粥粉麵飯及甜品。而後晚3月25日播的第2集，首款介紹是點心界4大天王之一的餃，3位主持將到訪多間傳統酒樓、高級中菜餐，做試食專員，介紹蝦餃由來及製作過程。馮盈盈、關風興更體驗天未光凌晨4點到街坊茶居飲早，令盈盈明晚更分享精明飲茶慳錢策略。想知點至抵食，記得留意本周播出的飲茶啦。